有悲心认基督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引带咱，对今年的开始到第12月，是咱进入伫圣诞的节期。伫圣诞前，咱有一个抬杠节，是互咱备办心、灵修、听候圣子的降临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听世间人的上帝，愿感谢你极大的恩典，是了拯救伫阮的中间。有侪人会当认捌耶稣基督，是通过上帝你圣神的感动，互阮欢喜告别耶稣是主。但进入伫抬杠节的中间，阮搁一摆学习亲像西面，备办心迎子救主来临，恳求圣神伫阮的中间来感动阮，除去一切的看路甲杂念，互阮单单专心一意来敬拜主。愿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伫明年正月初一，伫咱的教会100周年庆典的中间的一项，就是咱有一个联合的婚礼。感谢主，有13对的青年来报名。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有做真多的准备，互因有机会互相熟悉。那呢，牧师来教导对圣经的内底，咱来认捌基督教信仰的婚姻观。咱俩分组来协谈，互因伫遐搁较认捌，这个婚礼毋是凊彩的代志，是一个严肃欢喜伫上帝甲众人面前来立约，也欢喜三正三夫妻到底一世人。其他因会当得到上帝祝福，来建立美满的家庭。伫最近，咱也看见伫教会中间有这个妇女甲少年的有怀孕，有身孕准备要生产，因的心内抱着欢喜的心情来看册，要安怎来养育家己。因伫遐咧准备，就是买囡仔的衫，来准备囡仔要用的物件。类似这种的心情，咱看到圣诞树已经伫这个所在真水，就互咱知影，伫抬杠节伫信仰的中间，这是一项听候备办心要迎子耶稣基督的降临。伊是人类的救主，是道成肉体，满有恩典有真理，点伫咱的中间。咱知影伫第4世纪开始，基督徒就有这个抬杠节，因用灵修、用祈祷、因用敬节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因为因期待上帝的圣子要降临，中间有40日的时间。总是到伫第7世纪就减少做4个礼拜。就是大港节中间的4个礼拜，伫这4个礼拜中间，咱诚做基督徒，即使若是到亲像这生理人共款，用圣诞节是一个食大餐的时阵，圣诞节是一个跳舞的时阵，圣诞节是一个买赎会的时阵。那安尼，今年的圣诞节，咱只不过是一个闹热尔定。总是当咱会当用真心来期待，定心来思考咱的信仰，定心伫上帝面前来悔改咱过去一冬久咱所做无够格的所在。伫这个时阵，拄拄互咱会当经验甲上帝三甲同在迄种上水的时刻。今日是抬杠节第1主日。
咱有点到一支紫色的蜡烛，紫色是代表君王要来临，紫色也代表一种人罪悔改期待伫上帝面前。一支蜡烛是代表仰望，咱用仰望的心、期待的心来迎接圣子的降临。今咱所读的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2章第25节到35节，互咱直接要三甲伫太空节的中间来学习一位敬畏上帝、搁公义的西面。伊是一个犹太人的律比，就是老师，也就是先生。律比就是咧教导旧约的律法的老师。伊知影对旧约整个的圣经，上帝所启示的信息的内底，要有一个弥赛亚的降临。但照上帝应允，这位圣子，上帝弥赛亚已经来临。伫这个中间，伊用准备心听候基督的降临，这种的态度，也互咱今仔日，这就伫太空这个中间，会当对西面这个人来得到学习。头一个，伊用公义甲敬虔来听候圣子耶稣基督的降临。圣经25节安尼写，讲伫耶路撒冷有一个人，名叫做西面。这个人公义搁敬虔，常常仰望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临。当咱读圣经的历史，对旧约到伫新约，咱就知伫旧约所罗门王执政40年了后，国家就分裂做两个国家。北国以色列伫主前721年，这个国家互亚述帝国来灭掉。伫南国犹大国伫主前587年，互巴比伦帝国来灭掉。伫迄个亡国的以色列人的中间，因对上帝圣经内底，因知影，伫这种的苦痛，伫这种的亡国的过程内底，上帝要差派一个弥赛亚伫因的中间。这个弥赛亚是万王的王，是万主的主。伊的确要复兴以色列国。西面知影，伊也捌读过旧约的圣经，伫圣经内底，伊所期待这个弥赛亚要来临到伫因的中间。咱会当对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到第9节有安尼记载讲，以赛亚先知讲，生活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。住伫死灭地的人有光来照因，有一个婴仔为着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赏赐予咱，伊要统治咱，伊要称作奇妙的导师、全能的上帝、永远的爸、和平的真君，伊要继承大笔的王位，伊要用公义、公平来统治，对他直到永远。以赛亚伫主前第8世纪，伊已经互咱看见，上帝的确差派伊的囝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咱的中间。西面伫这个中间，伊伫遐听候，伊伫遐期待，伊正做一个安静的修道人。伫当时内底。伫初代教会有一种修道敬虔主义者，因就是用敬虔读圣经，因伫遐期待、认命期待旧约所应允上帝的弥赛亚要来临。伊毋捌想讲要用武力来革命，伊用安静守望听候拯救者来到伊的中间。当西面看到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伊讲：主啊，但你已经实现你的应允，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，是你为着万民所备办的。现在第4位，伫这大港这个中间，
咱需要学习下面这个人，伊常常用敬虔祈祷，伊自我省察，伊伫遐听候，伊无为着人情、为着民主、为着地位利益，失去敬畏上帝的心。伊也无为着伊家己的需要，失了正直甲公义。所以圣经讲，这个西面是一个敬虔和公义的人。伊伫遐听候，听候毋是伫遐咧等啊定，伊是不断地读圣经的中间，伫遐咧期待迄个上帝所差派的拯救者要来临。但今仔日，咱也同款。伫这个太空这个中间，互咱用圣神来光照咱的心思甲意念，除去咱一切无好的想法，除去咱失了敬畏上帝的心，除去咱无照上帝的心意来行，这个做无好的代志。过一摆，就圣神来怜悯咱，也亲像施洗约翰安尼讲。伫太空的中间，一切山谷拢要吞落地；伫大山细山拢要写互伊家，弯曲的道路拢要修互伊得；伫崎岖的路拢要写互伊平。施洗约翰伫这个中间咧提起，伫咱的心内无好势所在，逐项咱拢只要成做一个平静。来期待，来经验救主耶稣的降临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太空这个时阵，就是咱不较济的灵修来读圣经，来认捌上帝对咱世间人的心意。第二项，下面互咱学习一项，就是伊有得到上帝特别的启示。圣经26节安尼讲。伊得到圣神的启示，知影伫还未死之前，未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一个人会当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一定是一个敬畏上帝、和上帝欢喜的人。当上帝要施行伊的拯救，上帝要将伊的心意通过伊所爱的人来实现的时阵，的确这个人。是上帝所欢喜的。我相信今仔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活、伫咱的行达，拢要真做上帝所欢喜的。咱才会当互上帝来差派，互上帝启示伫咱的中间，来实行主所交代咱的圣工甲任务。咱知启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启示就是人所唔知影的代志，人袂当了解的代志，上帝借着梦，借着异象，借着话语，互咱知影。咱会当伫圣经内底，通看见约瑟，伊常常会当通过梦来了解上帝的心意。咱也通看见，这个彼得到伫还未到哥尼流的厝的时阵。上帝给伊一个异象，就是叫伊爱食无清气的物件。就是彼得讲，原拢是照上帝教示，都爱食清气的物件。太讨这个启示叫我食无清气的物件。上帝伫遐甲启示讲，你除了传福音给犹太人以外，你就是爱传到伫外邦的中间。对犹太人来讲，遐外邦的人。是无清气的，是无敬畏上帝，所以上帝就用这个启示，给人、给彼得、给约瑟、给但以理等等这些人。当出来记记第3章，上帝讲：我的百姓伫埃及受苦，伊受虐待，我已经听见因啼哭的声。所以上帝要启示一个人，要正做带领。上帝百姓出埃及，上帝就呼召摩西来正做伊的采用。当摩西伫旷野的时阵，看见刺皮和火烧，阁无烧歹去。上帝伫这个异象的中间，
摩西来讲话，讲我是创世成终的主宰。你去甲这百姓讲，是我找恁到伫迄个所在，要带因来出埃及，经过旷野，到伫老年甲密的所在。摩西伫遐得到上帝启示，原来伊无愿意，总是最后伊就顺服上帝的旨意。咱伫新约的所在也会当看见，上帝要竞选保罗做外邦的使徒的时阵，伫使徒行传第9章15节安尼讲：我要竞选你来服侍我，伫外邦人的中间，以及伫以色列人中间来宣扬我的名。上帝竞选保罗一个迫害教会有学问的人，上帝特别的方式，和保罗伫大马色的路上伫遐经验耶稣基督，和这个保罗一生就成做上帝的采用。咱继续来看，伫圣经马太福音第2章，当主耶稣要降生的时阵，伊通过启明星。咱若看圣诞树上顶头一定一粒星，这个星咱甲号做启明星，就是上帝心意通过迄粒星来启示这个博士。圣经讲，因是会当看这个星象的这个专家。华本的圣经甲伊写作博士，都是有研究、有学问的人。伊看见这粒星真特别，一定有一个真特别的代志要发生。上帝就若启示这粒明星，就引带这个博士到伫伯利恒来朝见耶稣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上帝不断地启示咱，上帝不断地感动咱，将伊的心意咱来显明。所以基督徒都要常常来准备警醒家己。拄则咱就讲，上帝启示常常是要合伫伊心意的人来完成某一种的任务。虽然当会当伫遐来准备家己、警醒家己，成做上帝所合用的器具的时阵，上帝就要将伊的心意予咱，上帝圣神也要鼓舞咱，予咱来成就上帝所交代咱的旨意。今上帝要交代咱的旨意是什么？对大降节到伫圣诞节的中间，就是咱报传福音上好的时阵，就是咱去关心遐需要人上好的时阵。上帝伫遮来甲咱启示，通过伊的话，通过圣经的信息来启示咱。圣诞毋是宴乐的时阵，圣诞是传福音的时阵。发明电报这个发明人名叫做摩斯。当伊得到奖赏的时阵，伊发明这个电报，就是咱会当通过这然后会当甲远的人联络。后来发明到伫今仔日，咱的手机这个上头先发明电报的人，这个摩斯，伊得到奖的时阵，伊家己伫遐发表一篇的文章，安尼讲。每一届各国的人民对于发明来甲伊恭喜的时阵，伊感觉伊真见效，因为电力的开发诚做侪用途，毋是伊的聪明甲才调，这是上帝的启示。上帝予伊一个感动，上帝予伊有聪明智慧，会当去发现这个物件。伊讲，当主上帝要将电力的用途启示一个人的时阵，必须爱有人来接受这个启示。感谢上帝，伫众人的中间，上帝拣选伊，予伊有机会来接受到上帝予伊的启示甲感动。通过安尼，会当诚侪人的帮助甲祝福。
通过这个摩斯伊所讲的这段，伊伫得到奖的时阵，伊的分享，咱就知影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伊的老爸是一个牧师，互伊伫生命中得到信仰的教导，伊伫遐虔诚的学习，互伊上帝互伊有智慧有聪明，会当伫遐发现上帝伫迄个时代要甲伊使用的器具，就是电报。到伫今仔日，咱每一个人的手里拢有一台手机，就是对这开始，总是这个摩斯这个人已经谦卑。如果上帝要将伊的启示发行的时阵，一定爱有人伫遐谦卑来接受。亲爱的姊妹，今仔日上帝继续咧甲咱感动，愿上帝继续咧启示咱，要成就上帝心意的代志。上帝启示甲感动，毋是伫旧约的中间，才系先知那点。上帝启示也毋是伫西面的时阵那点。今仔日上帝灵继续咧感动咱，上帝继续咧启示咱，要成就上帝的心意。今年咱的圣诞节，也通过这种的感动，每一年的圣诞节，咱的团契诗班小组，咱常常是用食大餐来交接，用食大餐来庆祝。我真厉害，伫今年的圣诞，咱会当减较济菜，然后加较济疼。国语讲少一份草，少一份菜，多一份爱。讲咱会当，其实咱到伫这个年纪的时阵，咱毋是爱食真济物件，咱无一定爱食真济物件，因为食真济物件对咱的身躯是一个负担。咱当将减少少一道菜，多一份爱，这种的心情，通过咱的团体、诗班小组，用咱实际行动来报扬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。伫倒位？伫安养中心，伫孤儿院，伫这适龄的囡仔的中间，因真期待咱的疼来关心伫因的内面，要互因有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要互因有机会来经历圣诞真正的喜乐伫因的内面。耶稣讲：“恁做伫遐至美事的心上，就是做伫我。”所以上帝继续咧甲咱感动，咧甲咱启示。圣诞是传福音上好的时阵，圣诞是报扬耶稣基督拯救好消息的时阵，圣诞绝对毋是食大餐的时阵。特别是咱伫整个环境毋是真好的时阵，咱更较需要节省。咱用传福音做咱上重要的主体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咱会看见经验一个人来悔改得救信耶稣，这种的喜乐比咱食大餐更较欢喜。我相信这毋但是圣神对西面的启示甲感动，今仔日上帝也咧感动咱，互咱伫这个时代要当接受上帝启示甲感动，欢喜，互伊来使用咱，将圣诞的好消息报扬到伫咱徛起四周围的所在。第三，咱看见西面有满足的喜乐，因为伊知影耶稣基督是真光，这个光已经来临，要照伫外邦的中间。西面一生所期待，就是会当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这个救恩就是要启示伫外邦的真光。但西面得到这种的启示，也看见耶稣圣子的降临，伊心满意足。伊讲：“我会当安然来过身。”
所以伊就学了上帝来写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四面颂》啊。这个西面，伊怎样伫遐咧期待圣者来临？伊怎样伫遐来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出世？伊通过安尼，通过今咱看的这段圣经，后来的诗人就甲用谱起哩，成做真出名的西面的诗歌。伫今咱的圣诗内底，咱嘛有啊，咱若看伫圣诗上后壁中间有一首叫做《四面颂》，咱会当伫遐来看见，就是用今这段圣经节来伫遐来听候期待救主的降临。约翰福音第8章12节，耶稣讲：“我就是世间的光，跟对我的会得到生命的光，绝对无点伫黑暗的中间。”咱知影伫自然界，所有的动物、所有的植物，包括人，拢需要光伫咱的中间。我相信这几礼拜咱有一个经验，因为落雨落真久啊，互咱感觉真忧郁的感觉，因为咱看袂到光，看袂到日头，咱的厝拢真湿，棉照被嘛流啊澹澹，咱爱用除湿机哈。因为啊，咱无法度看到真光，迄个真正日头照伫咱的中间，所以这种的感觉，咱就会当伫遐来体会。其实所有的动物、植物，包括人类，咱拢需要天然上帝赏赐咱的日头来照伫咱的中间。因为光到的时阵，就一切罪恶、黑暗、一切背逆、甲罪过，就袂当伫地。因为光已经照伫咱的中间，耶稣基督救恩就是要让信靠伊的人会当成做光明之子、光明之子。咱拢信仰所有人，所以咱的生命内底，咱拢爱成做光明的人，无暗藏，无做歹代志，无做暧昧的代志，因为咱是互耶稣的真光来照伫咱，所以咱是光明的行子。有一种植物会宣传的植物，这个藤叫做曼泽兰啊。曼泽兰嘛，佫一句话，佫一种的称呼叫做苦藤啊，叫做苦藤啊。这个苦藤也是曼泽兰，伊是对外来侵入到伫台湾的一种的植物。这种的植物是有毒的植物，那呢真趣味。这种的植物，伊会到伫山的树木内底，一直旋，甲整个树啊甲包起来，无偌久，这个树啊照袂到日头，就死去啊。那呢，这个植物会伫这个果子园内底，迄个果子树的中间，真后旋，将整个果子树甲砍起来。然后，这果子树无法度照到日头，就死去。特别是伫落雨过了后，迄个生长的力搁较大。伫这个达所在伫做农业的人就知影，这是一个足危险的代志。因为咱若无好好将这无好的，特别是这个曼泽兰，甲伊剁掉、甲剃掉，咱所种的水果、菜西米年，真紧就死去。所以咱的政府嘛开始重视这个问题。那达所在有这种的这个苦藤的物件，一定要马上来处理，若无伊会生长真紧，会造成农业的损失。为啥样？因为这个曼泽林将所有的树啊，农作物给包掉的时阵，伊就无法度吸收到日头迄种的阳光，然后毒气。走入去到伫树仔内底，还是果子的内底，迄个果子树木就死去。这什么意思？当一个人无法度行伫光明的中间，伊就是互黑暗较赢，真紧罪恶就临到迄个中间，就亲像这个苦藤、这个曼泽兰同款，会将咱食死去。黑暗的气力有时会较强。将咱食死，所以
在这种的情形内底，咱就爱以爱光明，无爱黑暗。行在黑暗中的人，伊的性命是想什么？伊的性命就是互罪的慢责难、苦情，甲伊包围起来。渐渐，伊就失了迄个耶稣基督的拯救甲救恩，于是伊的性命就渐渐进入死亡的境界。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个太空这个中间，就是搁一摆伫人罪悔改内面，期待耶稣的真光来甲咱光照。有所书第5章第8节到第9节，安尼写讲：恁原是伫黑暗中的人，咱原来是住伫黑暗中的人。总是当咱成做耶稣基督的信徒了后，咱就要踮伫光明的中间。因为恁的生活的确都爱亲像光明的人，光明所结出的果子就是良善、正义甲真理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活伫耶稣基督光明的中间，虽然爱结出良善、正义甲真理。今日是咱今年上尾一摆的最后的圣餐。也是进入伫大降的节期，咱搁一摆伫天后的过程内底，自我的生产的中间，将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伫咱的家庭的内面，咱也抓住这个好机会来报扬这个好消息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。我真意爱咱所有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时阵，咱会当关心伫咱四周围的人，互因通过咱的关怀，将耶稣基督的救恩报传伫因的中间，将耶稣基督的真光来光照伫咱徛起的四周围。圣诞就是咱爱成做福音的大见人，成做耶稣基督的光，徛起伫各所在。上帝使用咱三角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有人感谢你，极大的恩典引带阮进入伫太降的节期内底。今早起，阮搁一摆通过西面，以怎样活出敬虔和公义的